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我们今天要读约书亚记2章15到24节，一条红绳子。祷告的经文记载在雅各书2章25节，雅各书2章25节。经文这样说，妓女喇合的情形也是这样，她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是由于行为。她接待犹太人的使者，又帮助他们从另一条路逃走。一条红绳子看起来是一个记号，而这记号是要引起注意，或者是帮助识别，还是唤起记忆而做的标记呢？是带出拯救或是毁灭？那我们应当如何来辨识呢？我们看到今天经文喇合的房子是盖在城墙上，因此他用绳子就把那2个探子从窗户吹下去，而且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逃到山里，不然追赶的人会找到你们，你们要到那里躲3天，等他们回城之后才上路。这2个探子对喇合说，我们一定坚守你叫我们发的誓，但你必须照我们的话做。当我们占领你们土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红绳子绑在你放我们逃走的那窗口上，你要把你父母、兄弟和你父亲全家都集合在你家里。如果有人走出这房子，他被杀是他自己的错，不是我们的错。如果有人在你家里受害，罪就归我们。要是你泄露我们的秘密，我们就不必持守对你发的誓。喇合答应了他们，然后把他们送走。他们离开之后呢，喇合就把红绳子绑在窗口上。接下来2个探子到山里躲起来了，王派去搜寻的人在郊外到处找他们，找了3天都没有找到，就回耶利哥城。于是2个探子从山里出来，过了河去见约书亚。他们把经过的情况向他报告，然后说，我们确信上主已经把整块土地都赐给我们了，那里的人都惧怕我们。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哇，好有画面是一条红绳子串出了拯救的记忆。我想我们如果是基督徒很久的，我们大概会有这样子，出埃及记怎么样在门框上涂抹着羔羊的血，而逾越过逾越节是从这里来，也就是你的家有上主替你保证，替你死，以至于你不用付出生命的代价，你这一家都要被拯救。所以我们看到红绳子，我们其实自己就会联想起那个记忆，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被神所做记号，而那记号是耶稣基督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替代我们死，他拯救之恩，他替我们死的这个记号，十字的记号。我们看到喇合他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不只是他的信心而已，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他怎么样有智慧，一步一步的这样来铺陈。而这在铺陈当中，我们看到探子其实他考虑也很周到他不断的来告诉他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为了确保这件拯救的旅程是可以完成顺利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拯救是完全完备的，而他也兴起人跟他一起来同工，让
人跟神有合一的关系。在今天的经句里面就讲到雅各书2章25节，我们一定要先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什么是合一的关系？其实简单讲就是平安。平安就是有合一的关系。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带领我们，他也是我们的教练。因为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磨练的，所以我们跟神有合一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即便遇到了被追赶，我们仍然可以从夹缝中逃掉。今天的经文就是这样他们跟神有合一的关系，他们就会预想到这些追赶他们的耶利哥城的这个去找他们的人，他们可能在回来的路上，于是他们就避开，在山里躲起来，才不会正好遇到他们要回来的这些人，王派去要搜寻的人。神就是这么奇妙，他透过一个记号，一个拯救的记号，而那个记号在刚刚过的圣诞节，我们发现其实他就是耶稣基督。每次我们看到十字架就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提醒我们，我们的主透过十字架拯救我们，而我们就是这个跟随十字架，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我们成为神的门徒，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以致我们可以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真的是需要成为神的儿女们，我们需要有行为，我们去接待神要我们接待的人，帮助人从那困境中逃走，在困境中被解救。不是神不能，而是神透过邀请我们与他同工，在这拯救的计划里，使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使我们的生命被炼净，使我们的生命被坚固，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所以我们每音乐牧师在那个或许有时候会低潮，我就会抬头仰望，仰望记号，十字架的记号。十字架记号就是拯救的记号。我们有什么记号吗？是提醒我们的。有一个姐妹，其实她真的没有很多的才能，但是她却紧紧抓住神的允许神让她生了一个孩子，又一个每生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就会知道这是神给她的恩典跟产业。当人祝福她这个孩子的这个送的给她的红包这些金子给孩子的金子或者是每一年过年的时候人家给孩子的这些包的红包，她就把它集合起来，为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她都会买一张台积电的股票。她都不会卖她的原因，就是因为她说这是一个记号，就是每一次她怀孕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她就会想起主跟她说，你安心，这个孩子我要带领他走人生的路，这个家庭丰收丰盛有余。于是这个家庭透过这个妇人，真的是有才德的妇人，生了一个孩子就买一张台积电，2个孩子就买第2张，3个孩子就买第3张。大家大概可知道，放到现在都没有卖，你就知道这不止3张，是因着一个记号，是神恩典的记号。我相信这个才德妇人不会把他手上这个记号买掉，因为他需要一辈子都需要这个印记，这个记号来提醒神怎么样子应许，
而应许到应验当中，是需要我们去执行神给我们的命令。好不好？我们来思想一下喇合的企图心，从听见神再到完全顺服探子所说的去做，最终领受神奇妙的拯救，这对我有什么启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你在十字架上这拯救的记号，我们永远铭记在心。主，我们因着你，我们生命有意义；因着你，我们即便在困难中，我们仍然可以喜乐。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活出神的喜乐跟盼望。我们明天见。